拄则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讲法，嘛特别提醒大家都爱特别细腻。另外，社会司要来关心执法人员知法犯法，这是大东关检察局一个2块2细腻的警官。顶个月10号强强失踪，和顶司甲伊抬头丝透露，原来牵涉到走私899公斤的安非他命毒品，做中人牵线，伫咧屏东恒春，和警察抓到，实在真袂晓想。如果认为说这个香烟案件，徛伫派出所头前讲话的人，就是大东关警察局2线2星的细腻的警官，失踪12天，即马互过去的同事抓起来。这个警官互家己人抓起来，原来伊涉嫌一件走私899公斤、金额超过10亿的安非他命毒品走私的案件。警方顶个月9号伫兰屿外海查到一只海钓船，超到真侪毒品。继续调查了后，发现细腻的警官甲红掠的船长遮的人定定有咧联络，可能就是走私的中人。10号下晡5点，伊伫派出所签提了后，就失去联络。检警组织专案小组追查，这个月10号下晡2点外，伫恒春一间民宿掠到。后续的部分是大约是640万元。那至于外面在我们有经过清查的结果，大概有300-400万，那还在持续清查当中，大概是1000万以上的。伫外口欠真侪钱，实在是无路通行，尾啊才会走私毒品。代志逼出来了后，警官烦恼会红掠，就密起来含手机嘛关机，互人找袂到伊。4月15号就将李元从南屿分驻所调回来分局的业务组就近看管。并列为违纪倾向的人员，全力追缉迅速在1个月内将所有涉案人员都查缉到案。做警察的说知法犯法，台东警方强调专案相关的人员，包括丁司甲单位的疏忽，全部拢会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